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2月初10《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国内验出第18个武汉肺炎的患者，这是表明无症头，体内带病毒的头一站。中国北京已经开始进行封锁式管理。昨中国军方派出战斗机驶过巴士海峡，早起同款，阁有几只军机飞过台湾4边。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南韩导演洪俊昊的电影作品《寄生上流》摕到上届侪大奖。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下晡上届新的消息。日本宣召公主号游览船又搁新增加60个人，诊断确定验出武汉肺炎。目前船顶已经有130个人证实致病了。根据日本 NHK 媒体报道，宣召公主号这只游览船又搁新增加60个人验出致着武汉肺炎。搁再加上进前诊断确定的70站病例按落去，船顶就近烧化人数拢总已经有130个。日本国的厚生劳动大臣早起嘛表示讲，日本政府正在研究，所有踮船顶结束观察人客落船了后，拢会进行病毒的检查。国内已经验出第18个武汉肺炎的患者，这也是头一站看到拢无症头，体内病毒却带真高的案例。但有专家咧烦恼讲，这款定就是上歹按算的病人，尤其就近烧化的风险，惊会愈加重。目前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嘛讲，已经咧拍算针对遐个含诊断确定的病人，直接较密切的对象，全面性落去检验。国内第18例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的个案，是甲去年的人对意大利佚佗返来台湾，感染到今无出现任何的症状，是台湾第1例无症状的感染者。有专家烦恼讲，这型的患者真有可能是防疫部分的空胖，尤其是无症状的感染者，身躯病毒量真悬的时阵，就可能有传染力，会增加社区传播的风险。如果他无症状，病毒量又中量或高量，然后他这种人最容易传。如果他无症状，病毒量很低，这个是相对上是安全的啊，所以我们要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区分出无症状的人各这2种情况的比例各占多少。专家表示，过去冠状病毒无症状的感染者，伫咧SARS期间并无多，MERS有一部分的患者嘛是安尼。即马新型冠状病毒若像搁较多，专家提示讲，武汉肺炎的致死率虽然比 SARS 搁较低，毋过传染速度较紧，未来无排除讲会演化做像流感同款的传染病，民众千万唔通放任。他现在的行为确实是越来越像流感病毒哈，可以有轻症，可以有无症状，都有感染力。潜伏期越来越短，然后它，潜伏期最后1天，它就开始有传染性了，所以这些性质使得这个病毒呢很难防治。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是强调讲，会邀请专家研究扩大采检范围，对确诊个案所有密切接触者进行采检。目前全台湾尚无有14个检验的实验室，一天会当检验800多件的检体，就算讲是要扩大采检，嘛会当应付。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下晡2点，疾病管制署上届新的记者会表示讲，目前国内18站诊断确定的病例状况拢稳定，其中有3个患者直接的对象拢总超过470个，今日拢已经解除管制。另外因为中国广东疫情严重，超过1000人致病，疾病管制署嘛宣布按2月11开始，限制香港、澳门的人士甲学生入境咱台湾。我们基于防疫优先的考虑，我们希望就是说从2月11号晚上0时开始哈，那么港澳人士除了商务履约活动、跨国企业内部的调动、含同陪同人员，以及已经取得我国居留证的配偶跟他的未成年子女之外，均暂缓来台哦。那么至于已经持有有效入境证的人，那么也请他延后来台，那么所以也包括了港澳学生也暂缓来台，所有那么获准来台的一律要进行居家检疫14天了。中国迄边面有媒体报道讲，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这间病院逼出就近烧化，尚无有80个患者和医护人员去倒着病。另外，天津才有一间百货公司出入的民众，拢总已经验出32个致病。目前已经要求上万个捌伫遐出入过的民众隔开观察了。另外，香港有一家9个亲族因为和广州去笑吹的亲情共倒食火锅，结果煞拢交去倒着这款症。
根据中国《新京报》报道，武汉肺炎疫情延烧到天津，到9号24点为止，天津总共累积91例确诊病例，其中宝坻区有32例，这么多。早上2号时阵，天津发布出现5个确诊案例，当地疾控中心发现病例拢捌伫同一个百货大楼活动。5天了后，发病人数增加到23人，因为进出迄间百货大楼有9000多人，当局认定是聚集型病例，所以隔离几万人。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使所有的人静下来，隔断病毒传播的途径，绝不能让宝坻的百货大楼变成武汉的海鲜市场。另外，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爆发院内感染，至少50个病人，还有30个医务人员确诊是武汉肺炎。香港防疫人员9号前往主体产业，一个24岁查甫人甲外妈确诊是武汉肺炎。经过追查，伫初2的时阵参加家族团圆食火锅，家族成员2个人为中国广东来，目前除了2个确诊，还有7个人检测是阳性。港府表示要追查病源有难度，承认正歹防堵社區團開。其實好多呢類嘅病徵咧，即係嗰啲病人咧，其實係好輕微。其實喺而家嘅情況咧，就係真係好難話用呢個隔離所有懷疑嘅個案，或者係追蹤呢啲密切接觸者嘅措施咧。而家嘅策略咧，未必話真係可能好有效阻止到呢個社區嘅蔓延咯。還有停靠離香港的世界網號郵輪9號下晝旅客陸續來落船，因為經過檢測，確認大約1800個船員攏是武漢肺炎陰性。好開心啊！點解開心啊？韞咗咁多日好悶啊嘛。3600外旅客落船了後，有人講感覺真安心，但有旅客認為港府還未全面封關，留伫船頂可能更較安全。煩惱中國大陸旅客若進入香港，會互社區出現隱形病人。記者林俊文、王興中綜合報道。來講中國嘅首都北京市，到較昨半暝診斷確定嘅患者有337個，也有2站不幸死亡嘅病例。尤其外縣市有足濟休過年嘅工人已經攏倒轉去要繼續做事。北京市政府當就宣布，針對大細圍嘅社區開始要進行封鎖式嘅管理，出入愛登記，和患者捌有接觸嘅人嘛，就要一做伙管理。上海市早起嘛要求講，若無踮上海有事做，也是有通大嘅外圍人，暫時唔通擱按上海入去了。随着节后返京复工客流增多，预计近2日日均到达北京旅客将在16万人左右。北京2月7日復工，這2天未少人攏陸續返去北京準備上班，但是當時防疫的關鍵時期，北京市人民政府宣布進一步加強社區疫情防控工作，對全市社區嚴格進行封閉式管理，唔但進出社區愛檢查，入入北京的人嘛愛登記。另外，捌確診病例接觸的人愛集中管理，在公共場所愛掛喙罨，嘛要求因莫參加活動。封閉式管理不代表封城，對於出入的人員的登記，然後他們會核發出入證，包含外賣，它可能會有定點，所有的學校全部都通令他們等通知再回去，所以他們都沒有回去，都在台灣。我這邊收到的信息，包含在北京過年的台灣青年，目前都是沒有症狀的這個問題。原定嘛要伫10號復工的鄭國宇，即馬擱佇台灣，伊家己延後返去北京的時間，根據伊的了解，即馬留佇北京的台灣人並無多，身體狀況嘛攏袂歹。毋過早佇北京宣布封閉式管理進前，佇外面行待的民眾佫無多。北京親像是一個空城，以往上下班的時間車攏真多，毋過即馬規條路啊攏空，公車站無啥物人，地鐵嘛是敢有幾個人伫坐車，要入入進前嘛愛檢查看敢有發燒。百貨商場的店家嘛攏無開門，交防疫人員咧做消毒的工作。It's almost like we're in a ghost city. I can see a guy. 武漢肺炎疫情伫中國咧傳，大家人攏真驚嚇。中國嘅政治動進北京，2月初9新增加確診病例11例，一直到初9暗時24點為止，北京市累計確診病例有337例，死亡有2例。記者郭彩王德新綜合報道。觀眾朋友，咱嘛來關心目前全世界武漢肺炎診斷確定的人數，到下晡2點，上屆新統計出來患者有偌濟？中國目前有4萬過207個病人診斷確定，治病過往的有909個。
咱台湾现主时诊断确定的患者是18个，澳门有10个病例，香港有36个病例。亚洲这边目前是日本155个患者上介济，南韩有27个，新加坡43个，泰国32个，澳洲这边嘛有15个。另外西洋国家迄边面，德国有14个，法国11个病例，美国12个，加拿大嘛有7个诊断确定的患者。咱来看英国，当发生一桩有患者将武汉肺炎倒甲7个人遮济，这款就近烧化案件，这是英国国内第3个诊断确定的患者。顶日因为伊去爬法国 Alps 这支山，含11个人住同间房，结果就有7个拍算是去互伊画着。伊本身的病症按起来，是去新加坡参加国际会议的时来治疗的。新加坡的政府当嘛已经开始加强警戒了。法国卫生部初九召开记者会证实，英国第3个感染个案，隶属英国、法国、西班牙尚无增加7个确诊的病例。Négatif, nous avons appris aujourd'hui qu'il y avait 2 autres cas liés à ce cluster. 2 adultes, l'un diagnostiqué au Royaume-Uni, l'autre diagnostiqué à Majorque, en lien avec un séjour dans l'appartement des contamines Montjoie. 欧美媒体形容英国第3个个案是超级传播者。这个查甫人1月底去新加坡参加国际会议，哪像伫当地去互感染，长期进前去法国阿尼比斯山出世观光小镇度假，捌甲11个英国人住伫同一间茶厝，而且这11个人当中，都有5个人去互感染，其中佫包括1个9岁查甫囡仔。政府已经宣布暂时甲当地3间学校关起来，而且对小镇所有居民进行病毒检疫。Non, je suis pas très rassurée. Ça fait quand même peur. Voilà, c'est ce que je disais. Mon fils il sort de 5 jours de grosse fièvre. Là, il en a plus. Mais est-ce que c'est une grippe? Est-ce que c'est autre chose? On ne sait pas. On n'a pas fait d'examen complémentaire. 新加坡政府嘛对英国个案去新加坡参加的国际会议开始调查，追踪敢是有人捌甲感染者接触。Yes, we in fact have been looking at this particular case quite closely. Our UK colleagues, in fact, have informed us that this case in the UK is linked to the same cluster that we had described earlier in relation to this business meeting. 新加坡初8一天就增加7件病例，目前累计43个人感染，是伫咧中国甲日本了后确诊病例上济国家。政府宣布设备爆发应对系统，警示级别提悬到柑仔色，造成民众惊吓去超市抢生活用品。若是新加坡航空店拄11开始照常举办，目前有超过70间公司，包括美国武器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宣布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无来参加。Quando si legge un giornale si vede disdette, gente che aveva la prenotazione e che non viene più, gli alberghi che di solito sono pieni al 100% hanno posto. 另外，意大利威尼斯一年一届的嘉年华今年受到水灾甲武汉肺炎疫情的冲击，人数是减真济，互因的观光业受到真大的打击。记者综合报道。虽然中国本身因为武汉肺炎头壳毛咧烧，不过哪像对台湾恐吓的力头嘛无较落软。昨中国军方派出歼11个轰落这挂战斗机，驶过巴士海峡，所行的线路就是将台湾拍壳扶起来。早起10点外，同款有几两只军机行西南海面，更过巴士海峡。国防部目前跟他讲，台湾海峡四边的状况拢有伫咧掌握当中。当有媒体伫咧报道讲，早起10点外有几两只中国军方的飞行机伫咧台湾西南方的半空中现身，毛拿按无线电的电台内底，听到咱台湾的国防人员对遐个飞行机广播发出警告。若是这件代志有影确实者，中国军方今年已经是第3摆，就是连续2天拍壳飞过台湾外围，讲起来是相当罕见。接着中国军方飞行机驶过台湾的消息，蔡英文总统讲，世界拢咧要紧中国安怎样面对武汉肺炎，结果因刷出这款军事卡手，实在是无意义嘛无必要。另外，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透早按美国倒转来，伊讲心肝拢伫咧要紧台湾抵挡病症摊开的工课，嘛讲以咱公共医疗的水准，国民实在毋免过头惊吓。陆飞行机无挂喙安，对台湾防疫相当的有信心。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结束访问美国行程，伫透早返来台湾。伊接受访问时表示，真欢喜以副总统当选人的身份去美国参加国家祈祷早餐会，也拜访一寡朋友，过程真顺利。伊讲到家己伫美国时阵，伊完全关心国内防疫。
配合政府的所有的防疫的工作。我相信以台湾国际水准的防疫经验跟公共卫生医疗体系我们绝对有能力面对这一波的疫情。赖清德认为台湾防疫做了真好，呼吁大家唔通惊吓。面对武汉肺炎疫情继续拓开，防疫期间，中共军机过来交代，蔡总统出席2020 ICF Top 7国际智慧城市顶尖论坛时表示，爱中国赶紧控制疫情，和全球紧张状态较放松咧。中国的疫情也都是全世界关注的，而且他们要忙的事情确实也很多。在这个时候做这一些军事的动作，确实是没有这个意义，也没有这个必要。蔡文强调，中国军机交代过程中，台湾战机全程伫边监控，也继续监控大海，请大家放心。另外，也感谢真侪友邦发言支持台湾。WHO 线上参加只是第一步，会继续打拼，以实际参加为目标。记者综合报道。这阵翠暗买无倒咧烦恼打煞有人开始烧钱咧囤卫生纸。刑事局侦查第3大队昨已经通知3个伫咧网络放消息，风声讲卫生纸甲尿珠拢会开始欠费民众到案说明，嘛以社会特殊为护法，移送因法院处分。法务部当嘛出面提醒讲，谣言唔通听，嘛唔通对人黑白喊。武汉肺炎的疫情继续伫咧拖，大家伫咧抢买喙暗了后，即阵又搁伫咧抢买卫生纸。有网友伫咧面册传讲，卫生纸也搁有制作喙暗的原料是相共的，因应喙暗的生产量，卫生纸也搁有尿珠会欠货，引发社会民众真惊吓，伤侪咧买。刑事局侦查第3大队初9已经通知涉嫌伫咧面册也搁有赖群组大假消息的2个姓陈的查某人，也搁一个姓廖的查某人到案说明。3名民众未经查证时转跌散布制造不实的讯息到脸书以及赖的群组，全案询后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3条第1项第5款散播谣言，足以影响公共之安宁者，报请裁处。假消息夜夜飞，引发大家抢咧买卫生纸。法务部调查局也掌握6个网友的面册，也有1件贸易商的资料。假信息防治中心也会针对传播民生物资欠费等等这种假消息来展开调查，防止有人调工影响民生经济，引发社会不安。卫生纸现在的供需都是非常的正常而且充裕因为外面有一些谣言或是故意造谣生事我也要求我们台高检署要求这个地检署，他们要启动查缉民生犯罪的平台。总统蔡英文也有行政院长苏贞昌也伫咧面册答问，说明喙暗的原料是不织布，卫生纸的原料是纸浆，强调生产的原料无同也无欠，要民众唔好囤。刑事局也提醒民众，散布谣言影响公共安宁的人，会起互依照社会特殊维护法第63条规定，处3天以下的拘留，或者是新台票3万块以下的罚金。记者阿敏进场随陈崇伟台北报道。病情摊开，第一是损害到旅游甲观光，过来就是伤重到交通。早起行政院已经开始咧讨论，要替各行各业消透难关的方案，嘛要求负责属农工商的各部会个人先去评估。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这边是望讲，比较过去 SARS 的期间，立法设一部纾困条例，才偏500亿的特别预算，通来协助有需要的产业。因为武汉肺炎疫情严重，行政院伫咧初10由秘书长李明安调集各部会讨论纾困方案的内容，就观光、交通、工农等产业所受到的影响，也个补助金额做讨论，并且由各部会评估整合，各交予议长苏贞昌定案。不管是纾困的内容，或者要不要以定特别条例、编定特别预算的方式，我们现阶段都还在讨论当中。有任何的方向以及具体的结论，院长排版之后会尽快对外说明。而国民党团是提出纾困条例草案，希望比照过去SARS纾困条例，编500亿特别预算。草案有6大重点，除了防疫人员有补助甲津贴，就观光等产业互因纾困，也互防疫照顾假有法源的依据。希望能够授权政府有500亿以特别预算的方式来编列，能够对于受影响的产业相关的民众提供协助、纾困、
纾困方案跟纾困条例是2个不同规模跟层级的应对方案。第一判断还是要回归到行政院，问他们说：你们预算现在够用吗？虽然民进党团态度保留，不过国民党团强调，在野党拢有这种想法，希望有特别预算，也希望这次的调解协商会让紧定出开议的日程，和条例赶紧通过。记者综合报道。先前，中国是宣布讲，今日2月初10，各行各业全面结束停困，开始继续动工。不过，当已经有4个省份宣布封城，尚无超过80个都市拢已经咧进行封锁式的管理。目前，就有一寡大商表示讲，开工会按到2月底。嘛有疫情拖了无算极严重的所在，包含台积电的南京厂、鸿海集团的鄭州廠，但已经拢开始正常做事了。本来是2月10号复工，疫情的关系，公司评估后是延至2月25号复工。半导体制造业台籍干部为农历过年进前回台湾了后，就一直伫休困当中，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冲击。公司决定延到2月底才看情形开工。部分大商表示，目前中国地方政府进行封闭式管理措施，只好延后开工。他现在复工必须要经过申请，要经过检查合格啦。那检查的项目很多啦，包括你有没有足够的口罩啦，包括你吃饭的地方是不是宽敞等等啦。不过，也受部分大商无受影响，2月初10如期开工。被东莞家大厂国巨得到大陆主管机关核准，苏州厂、东莞厂初10确定复工。另外，台积电南京厂也如期复工。鸿海集团根据路透的报道，已经接到中国政府批准，同意伫鄭州廠复工。深圳厂依然在爭取復工當中。另外宣布延後復工的台資企業差不多有80間。台積電大陸晶圓廠的部分都按照原定計劃，配合中國政府防疫的法規與今日復工。我們也會繼續以防疫安全為優先考量，持續密切關注接下來的發展。延後復工恐驚衝擊中國經濟，甚至電子業，恐驚引發長年危機。台灣經濟成長會受到影響。不過產業分析師認為，部分電子業只要分散產能，也是因降價衝擊，其中親像面板業，可能會有轉單效應，營收也可能逆勢成長。面板业2018、2019年是亏损的情况，因为中国产能受到影响的情况下，其实第2季就有可能只亏为盈的一个情况。运动赛事即将举办，所以他们需求又是比较急迫，转单反而会比较明显。经济部工业局已经开始调查大厂伫中国大陆复工的情形甲影响程度，强调目前要伫收集资料、汇整资料当中，上近1礼拜就会完成评估报告。记者综合报道。来讲，自今日的开始，卫生福利部中央健保署搁再增加健保卡一条新的用途。当大细间病院若有接到来预约挂号的患者，拢通提早知影讲，对方顶站要去倒位旅行，也是含某一寡可能治病患者捌拒接过的情形。这就是要病院这边面量早发到预防甲警戒的工作。甲健保卡插入去机器，患者的旅游史、接触史全部拢看现现。为着预防武汉肺炎，健保署佮开放健保卡的新功能。从初10开始，针对预约挂号的病人，医疗医所会当提早1天就知影讲要来看医生的民众内底，啥物人有旅游史，啥物人有接触史，互病院会当提早做防范工作。是有一些民众他很怕被居家隔离或必须变成居家检疫的时候呢，他不想告诉医疗人员说我有这样的一个旅游史哈，那这样的话可能就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防疫的漏洞哈，所以我想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就这样做一个搭配。李必忠表示，进前要查患者的旅游史甲接触史的时阵，必须要做回查医师卡甲患者的健保卡才会当使用。不过即马健保署甲宽限放连甲护理人员甲药师，互第一线的防疫人员拢会当清楚了解病例的来源。若是无查健保卡患者，医师透过身份证号码也是居留证号码嘛是会当查。根据健保署的统计，对1月初8到2月初9下晡2点，健保分段资料内底有中港澳旅游史的民众，总共有366891个人，其中就医人数161659个人，就医率是44%。不过有第一线医师认为讲，健保卡敢会当查到部分的资讯，也是要靠医院问候详细。因为它这里面的显现的资料，你如果说在某些情况，譬如说这个人他是从
大陆他先飞到日本或第三地，再转回来台湾，我们就不见得能够看得到这个人他有去过大陆的旅游史。最根本还是要回归到每一个医师，他在问诊或者检查之前，一定要再询问一次。医师表示，防疫必须要对各方面来做，上重要也是民众家己有防疫的概念，老实交代，才是有效防疫的根底。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观光局要求旅游业2月底进前，暂时袂使搁带团去中国佚佗。但就业者已经开始伫咧鼓励员工，爱尽量将本身该休的假先休好了。国讲若国际上疫情愈传愈猛，当然无法度食，就会和员工谈合，爱开始休无薪水的防疫假咯。总是观光局担嘛讲，替旅游业消透困难的政策已经伫咧研究当中。有500多位员工嘅喜航旅行社8月正常上班，北潭讲开始放无薪假的消息。喜航澄清这是内部顶礼拜伫咧讨论的代志，除非是国际疫情继续影响订单，若无是未正式启动。目前就是鼓励员工休特休假。那我们大概来讲的话，就是鼓励同仁利用这段时间比如说相关的大陆线，因为他本身的工作也比较少嘛，那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休息一下这个部分就是年度的特休假。另外，对订单无半点的大陆部门实行进行员工的教育训练。喜航讲，目前观光局宣布到2月底拢禁止出团到大陆。不过，旅客取消的订单已经到4月底，国家进行邮轮袂当停外拦国，初步估计损失已经超过1亿。若是疫情继续，不得已才有可能会行到无薪假。旅行工会也向政府发挥，希望观光局会当更加明确的宣布，是不是延长入团的禁令，让业者会当有所准备。因为真侪签约的导游、领队，这嘛拢是无收入。即使说我拥有领队跟导游证，可是目前来讲，等于是完全没有收入的状况之下，所以才会去选择再往其他行业再去做一个发展。观光局回应，因为政策甲疫情联动，包括入团的禁令是不是延长，加对有旅行业的纾困方案，相关的议题也搁伫咧研究。若是有结果，会赶紧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自顶礼拜5开始，政治大学者按香港甲澳门过来学生，拢一日转来准备要开学。不过因为政策要求因都要在家检疫14天，袂使出门行搭。学校这边当是讲，宿舍都毋是一人一间，目前已经有找到旅社，要互因入去占大。另外，世新大学是有一人一间，方便隔开观察的学寮。不过费用一个学生都要扣到6000块。因应疫情，国校延后开学，但是最近已经有香港学生陆续入境台湾，先用14天进行居家检疫，到时阵才赶会到开学的议程。到了台湾之后呢，学校会帮助我们直接到宿舍那边进行检疫，就是期间就会有人帮忙送饭。来之前就已经有专人或者是一些同学帮忙通知了我们。不过，国立政治大学初7甲初8拢有3名港澳生，拢倒去学校的宿舍封锁卡，袂当入去大情形，互学生唔知影要安怎，嘛唔知影是要去对居家检疫。6号收到，7号实施。学生进到宿舍门口的时候就被锁卡，然后禁止进入。所以我们安排了这个校外的相关的这个设施。校方培会，教育部初6才来函要求居家检疫爱尽量分开大，但是学校无可能有独栋的宿舍。事后已经紧急找4间旅社愿意配合。正待269个港澳生，上少有60个人需要校方安排大的所在。学校嘛补助1天1000块，学生无需要搁另外开钱。私立的世新大学是愿意提供一个人1间的隔离宿舍，但是大家人14天拢总收6000块，防这个是伤贵。需要买棉被那需要买口罩，这个理论上这个使用者付费。世新大学表示，期间检疫的期间，喙暗甲防疫物资200，矿泉水300，逐工3顿300，拢总是6000。但是校长吴永庆强调，这寡数字是参考用，主要是使用者纳钱，这寡拢是成本价。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有一个过年时含4大人过去乌北行大探亲的幼囡仔，本身是得着重症的血友病，就是大康细里，家己体内无在条机会。谁知影讲因为武汉的肺炎逼开，人煞无法度倒转来国内，
稳定病情的射针搁剩一档了呢。加早海基会联络乌北金门大商会简俊南会长，简会长也亲身驶100多公里的车，透早已经将药啊送去交予这个幼囡仔的老母了。伫相片倒手边这位就是千里送药的乌北金门大商会长简俊南。这段送药的任务一开始是一位有肺有病的台湾查某囡仔，伫厝内人到乌北探亲，全拄着武汉肺炎，调伫咧乌北的金门，无法度转来。不过因为要自卫车，只敢剩一节，情形真危险。加上伫咧春节期间，向海基会要求斗3工。简俊南听到消息了，遂答应要斗3工送药啊。这个疫情的影响的关系哦，这个任务呢，它跨越了海峡，那路程也超过了1000里哦。这个过程当中，充分了体现我们国人之间相互扶持、相互帮助、无私助人的一个精神。因为时间真晏，海基会伫咧初8暗先落南到高雄提药啊，吹到下昼1点25分坐飞机去河南的郑州，4点外到位了。郑州大协就随派人到机场提药啊，所去坐车到河南甲乌北省的交界所在交接，最后佫由简俊南甲药啊交予囡仔老母，顺利完成这段接力的任务。海基会也感谢大众的斗3工，简俊南是真低调。第一时间大家听到的消息之后嘛，全部都全力以赴在帮忙，所以我是觉得这个还蛮可贵，不可能看到台湾人在这边这样的状况，然后我们不协助嘛。重点是这个药物大陆目前没有，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后来知道湖北武汉封城之后，他们就没办法回来，特别的通融，所以先把他药物再由家属领回去。故意讲，若是有重型肺有病的患者，每礼拜就要做一遍药啊，那无可能会造成关节甲规身躯出血的危险。所以这边送药啊，对这个囡仔来讲是救命的药啊。而为了要避免第一座武汉包机撤侨所引发的争议，这么传出第2遍武汉撤侨包机决定要采用咱国的飞机直飞，也安排防疫人员跟随。海基会是讲，政府会秉持着人道优先的原则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人讲人在生就要健康，若要离开就要好行。彰化县是目前全国唯一还阁无火葬场的县市，但宏远乡公所就提出讲，要来建设火化场的计划。不过，有真侪乡民认定讲，这款建设是会损到地方的产业，因就组织自救会出来联署反对，早起嘛去到乡公所甲县政府真情抗议。一透早几100名宏远乡民来到宏远乡公所，因头壳顶绑着布条，摕着黄色抗议旗啊，大声发出心中的不满。因为乡公所计划伫咧宏远第6公墓起火葬场，民众烦恼影响观光，还有企业的产业，要求乡公所撤销计划。我们都是靠养鹅为生，它改天可能火化场建设下去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大海。完全拢无甲地方讲应该是村代表家己开会，家己处理。所以这点是上无合理。彰化县是6都以外人口上侪县市，但是嘛是唯一无火葬场的县市。今麦宏远乡公所第日跳出来讲要起，但是反火葬场自救会表示，乡公所连说明会都无办，就决定根本就是乌想的作业。是由每个乡公所自己提案，自己往上报，在提案过程当中的话，他罔顾民意。所以说，我们已经大家站出来了。因为目前的话，我们火葬场四周6个村，已经有77.15%的人联署了，联署反对设立这个火葬场。除了到乡公所抗议，宏远乡民嘛到彰化县府来陈情。县府民政处强调，目前还未收到计划，但是一切都会依法来审查。对乡亲的疑虑，在将来如果真的有新办事业计划，我们也会依法来审查。那从环评开始到法定的程序，那我们会一步一步依法审查。反火葬场自救会表示，到2月7号为止，联署反对火葬场的宏远乡民已经有5102个，其中火葬场的约定地周边6个村，有高达77%的民众反对。希望乡公所会使尊重民意，要若无会有更较大的抗争行动。记者彰化综合报道。因为目前高中以下的学校拢会按2礼拜才开学。高雄市盐埕国中自今日开始，按礼拜1到礼拜5拢会伫咧网络一天报出一节课。
让学生囡仔踮伫咧厝内嘛通继续学。这也是这站期间全国头一间办理网络教课的学校。咱来看卖。学校准备电话甲手机啊，高中以下的学校为了防疫，然后开学，但高雄盐埕高中的老师煞来学校对镜头上课。那同学知不知道，那这些呢是属于地形表示方式当中的哪一种呢？原来老师来路线顶课程有理化、英文、数学、地理，拜一到拜五拢放一节课，2礼拜总共有10节。当你看到大家10点会伫学校的面册专业甲 YouTube 上线，以后嘛会使一直收看。那只有自学网站不够，所以呢，我们各科老师就针对下学期即将上课的部分，内容比较难的部分，或者是说上学期学生学习容易发生困难的部分。学校希望停课莫停学，嘛准备学习单，互学生互相回答。开学以后，若是写得真好，有另外的奖励。10号之间第一节课播出，学生想看以后认为，因为一天只有一节课，负担无重，支持度真高。如果有听不懂的地方，可以重复听。可是上课的时候听过讲完，基本上就没有，就继续上进度了。尤其是国3的马上5月就要会考了，那国3的家长更担心。那感谢学校有这样子的这个计划。教育部虽然嘛有整理教育群甲民间线顶学习的资源工具，鼓励师生然后开学的期间用数位平台资源。不过盐埕高中用学生熟悉的师资，课程内容嘛针对下学期的课程先学习，高雄市教育局认为值得推广。记者王家川、陈坤综合报道。喙炎买无大家难免的烦恼。当中山医学大学职安系检测中心都用科学实验证明讲，用过的喙炎，搁再过电锅吹过。过滤的效果虽然有疗法的较减，不过嘛是会当减多。但这个专家就建议讲，这步大家听好做参考。不过民众有的是无赞成，嘛有的是真懊恼。把医疗喙炎放在电锅内底吹，3分钟跳起来了，再搁放5分钟。研究单位讲，安尼已经杀菌好啊。请记住不要加水，只要干蒸就好了。台中中山医大职安系检测中心所做的实验，是透过电锅打吹医疗喙炎，店内底要甲110度的温度，会当甲杀菌指标打草乖菌内底包住台死，对内底度增加的 SARS 冠状病毒嘛有杀菌的效果。仪器检测发现，每吹一届过滤的效果就会减少，吹5届了后，过滤的效果差不多会减10%。它现在显示的是它的贯穿率是28.5，大概连续干蒸了5次之后呢，那大概会降到70%左右啊。那所以以电锅干蒸来讲，我们才会介绍给一般的民众，就是因为它的对过滤效率的影响比较小。过滤效果会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医疗喙炎的防水站甲不织布站，伫咧高温之下，共款会去受到破坏。毋过也是会当维持一定的过滤效果甲杀菌功能。不离过喙炎若是绑到垃圾，就无建议。那但是你在电锅干蒸的时候呢，因为你的这个口罩的整个3层其实都会受到破坏，那尤其是中间不织布层的时候，它的影响会更大。唾液、鼻水已经粘在上面很严重了，就请你把它当作感染性废弃物抛弃。虽然无够用电锅吹来杀菌，民众会认同，也是有人感觉怀疑。温度70度以上，它就达到杀菌的效果啊。那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已经破坏纤维了。敢用吗？其实没有办法，最后还是要用啊。专家指出，这是伫咧喙炎无够的时阵不得已的做法。民间提出来紫外线照光杀菌嘛有一定的效果，毋过敢是会当彻底消毒，也是爱看材质的部分变数是真济。提供简单的做法，希望讲会当斗相共减少喙炎欠费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公园咱搁倒来讲彰化，伫咧彰化分园，人讲正月初9天公生。这有流传超过100年九角头迎天公的仪式，因也当咧甲文化部申请要列作文化资产。望讲分园在庄的迎天公会当继续流传，搁再100年。天顶天公地下保具公，千算万算毋达天一话。一寡言语也表示讲，玉皇上帝天公伯啊是天下间上大的神明。正月初9天公生伫彰化分园，有一个将近200年九角头迎天公的仪式。有景发一个盛会，我接到这个落水以后，人是拢诚顺吼，家庭嘛真圆满，身体嘛较好，所以这个传承咱爱继续甲推动、甲流传落去，互咱这第200年的历史会再更加发扬光大。
AA 认真的队伍全部是要来赢天公的信徒。今年是分园角要过路予顶拿角，信徒也聘请顶头来到热烈，当地庙宇也出桥做回来游景，祈求风调雨顺、合境平安。100多年来传统，是咱地方一大盛事。由咱云林北龙市到头轮流赢天公，一年起马，一年落马。起马的负责来咱北龙市这个恭请天上圣庙。这回赢天公的活动，分园保障师也特别制作随香旗，让信徒会当举香旗对神明绕境。也因为下回要到这角头，上久爱等81年，大家也把握到这回机会，替神明服务。分园乡公所也特别配合相关的活动，也当地向文化部申请做无形文化资产，希望分园赢天公会当继续流传100年。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实在讲，伫咧咱台湾民间的宗教信仰内底，天公是催败世间种种的代志。毋只有真侪俗语话，原来甲天公拢有牵连。有一句咧教人讲吼，千万你都毋通忘恩背义。这句话原来对天公者来呢。俗语话讲，落水叫三界，离水化无代。这三界就是咱咧讲天官大地、地官大地、水官大地。人讲天公、地公、三界公啦。叫天公、叫地公、叫三界公，落水咧化球的时阵，化较大细声。像知影讲代志一个解决，人甲你叫起来讲无代啊。这款人过若后都毋知羞。这俗语话咧教人的道理，就是讲你爱境界。你毋通讲吼，若当到代志，安尼烦恼甲袂食袂困，结果代志一个解决，谁甲你出手搭援助，你拢袂晓讲感恩呢？离水煞咧叫无代，毋则讲世间每一款人，天公拢有咧准赞，目睭金拢有咧甲你瞧。人讲吼，天公有一本笑谱啦，这一句立起来话，天公笑谱顶句会使接下句，啥做天公笑谱？所以毋知讲吼，天公笑谱有够大本的大，就是叫做大册啦。万册，讲话音的啦，讲对你真正册叫做天公啊笑谱大册。毋过咱若莫甲当作立起来话来讲，人过去敢无一句俗语讲，千算万算毋值天一话。你去到台南府城看，天坛遐一块牌匾，干那画一画尔，这就是讲万项天公咧催牌。天公有一本笑谱，实在讲，原来有一款人，天公笑谱内底伫咧记吼，安怎样，伊拢有在条好路会晓行，歹路会晓闪。这款人讲幸运的人啦，好运的人啦，人讲叫做天公仔囝啦。实在认真想，咱嘛祈祷讲天通催牌，保佑咱宝岛会当平安。因为台湾真心疼土地的人实在多。行东往西，拢是为台湾肯付出、肯用心的人。咱嘛望讲，天公伯啊，共款会当疼讲咱宝岛，将咱当作天公仔囝。国政啊讲即落话，毋是占冠呢，是咧祈祷，是咧祈求，讲吼即款幸运，爱继续来疼台湾，互咱继续来做天公仔囝，天地催牌，保佑台湾平安。当然，即句天公仔囝，民间咧讲，有当阵啊。毋是懊恼的，是批评的。国政今日谈遮是甲颠倒头讲，若无吼，人讲你即个天公仔囝，这是吼咧笑讲你当时吼行毋知路，家己会踢着石头倒下哦。毋过咱真正期待天会当继续保庇台湾，因为就像国政啊伫咧讲，台湾的好人是在行来行去，逐世界倒底看，台湾真心疼土地的人满是。讲起来，网络有一个红人，人讲叫做阿华西，伊的台语、英语甲客语3项拢足练转，毋则伊讲伊家己是3声道，伊也真关心台语咱本土语言渐渐消失的问题。因暗公视台语台台湾新眼界这个节目，特别邀请观众朋友大家来听网络的红人阿华西对着母语的用心甲坚持。甲你倒入去加去，烧几分钟久。袂呢，我即马等要开始崩呢。要咧准备，就有一阵人咧等咧。爱食米芳的人客，你着稍等一下哦。爱准备哦，爆米芳要来爆哦。
后要爆啊，要爆啊！看这爆米香是有够熟手，不过人是摆甲叉叉叉。拿老师傅嘞，嘿，安尼要崩啊，变一来，足趣味的。烧哦。阿华西这个料悄悄的，米香铺平，大力甲硬过，切落一块一块，人是烧正咧排列。全台湾上好食。囡仔嘛爱食嘛？爱食啊，规家伙仔拢爱食。所以来2档啊。可能超过啊吧，应该是看伊当时开始，我就当时来。阿华西伫新竹清华市场爆米香已经几多年，最近因为网络影片讨论武艺，互伊人气更较旺。我是一直看伊面册吼，看到伊录的遐影片，才知哇，这个华西真厉害。但是伊经到头嘛正重，因为台语已经渐渐变做外国话，安尼实在是足悲哀。因为推失武艺，坐暗暝，阿华西拢困袂落眠。不过嘛，因为阿华西带动，互更较侪人来关注到武艺的推失。记者综合报道。含观众朋友继续倒来关心台湾的农业。这几年啊，台湾南北二路有真侪奶煎园、甲零用园，拢去互臭青牛啊，酸糖了真食价，减收真侪，农民是真唔愿。但春天又搁要到咯，台中农业改良场的研究员就赶紧把握时间，量早除药啊，提防臭青牛啊，搁再生炭。药啊，透重啊，无真正。对路边的树丛啊、喷药啊，台中农业改良场的人唔敢大意，就惊春天要来啊，奶煎臭气牛啊会开始大量生炭，影响奶煎也有营养的产量，赶紧把握时间防治。李子孙经过一个寒人了后呢，伊的体力较无好，对这个药剂呢会较敏感啊。如果若是这个时阵适时呢用这个亚麦皮或者是赛洛宁呢，这个药啊呢来做防治。啊，阮的建议是讲来防治咧2遍至3遍。这几年台湾的农业因为奶煎臭气牛啊直生，奶煎也有营养的产量是落袂少，有一寡人家也去互奶煎臭气牛啊侵蚀。农改场的研究人员表示，冬天过，这个时阵臭气牛啊的活动力较无遐好，也袂生卵，所以伫这个时阵喷药啊，防治的效果上好。估计3-4月啊开花的时间袂有影响，6-7月啊就会结果。今年寒人虽然有较烧热，但是呢，有规波寒流来呢，这个寒流会当促使着咱这个花芽的分化吼，所以讲今年应该开花啦吼，结果呢的部分呢会较正常。不过研究人员也提醒，农药喷药啊防治的时阵，一定爱穿防护衫，较袂去互奶煎臭气牛啊射出来有刺激性的这种液体伤入皮肤，也会记得伫咧营养甲奶煎开花前的10天停药，较袂芳伫咧采买的时，因为食到药剂死去。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今年这30外岁农友柯东阳小姐，5年前伊将一年上百万的薪水，科技业的好头路死讨角。倒转去到故乡陪伴老爸做伙种草莓，用心计较，望讲会当培养出新品种。就近甲老爸学，嘛通尽一点心来友好。接着农业楷模的牌匾，原本伫科技公司担任工程师的柯东良，5年前登去台中担主来帮助爸爸做伙经营草莓园。伫台北科技大学材料科学研究所硕士毕业伊，嘛发挥伊的专长来起一个高价的梦想，解决只要落雨草莓对受伤的困扰。草莓它生长就是每一颗都是垂挂式的，那不像那个地面上就是那个尖尖的那种棚子似的。那下雨的话，它就不会粘在那个棚子上粘着，然后水泡着就容易烂，那就可以克服那个草莓烂果的问题。柯东阳嘛伫果子园内底饲拍来帮助人花，对伊来讲，种草莓的工作时间是比上班较长，工作嘛愈较济，也毋过伊个真享受这种生活。我早上6点多我会开始巡园，下班是6点了，准备隔天要用的东西，所以大概到晚上休息，大概是到8点9点。他就这么的认真，农会好，任何所有有机会能帮忙的地方，我们都希望能够帮助他。柯东阳的爸爸真高发财，嘛捌得过新农奖，所以互叫做草唔知的教父。为因爸爸的经验传承，佮加上本身的专业知识，柯东阳希望未来会使推出有家己品牌的草莓新品种。记者综合报道。
咱话来讲，台中当时呢，场的花已经开超过5成了哦，山樱花、北中樱拢总开了。游客表示讲，来赏花，阁有温泉通好浸脚，实在来遮真正会当开心花。粉红色的山樱花开甲真水，另外一片亲像是世间款的李叶花。台中当时林场的花已经开超过5成，赏花阁有温泉通浸脚，游客拢耍甲真欢喜，也感觉真舒适。就很长得跟老师一样漂亮。像它的泡脚温泉可以就是舒缓你的那个走路嘛，那樱花跟梨花也可以让你舒压，对，这是比较吸引我的吧。是这个有斜坡很陡啊，可以去做一些运动，还有看美景。今年气候稳定，正月阁有冷气团甲雨水来斗相共，樱花开了真好，无同款品种的樱花陆续开花，规山头拢真闹热。今年的樱花跟梨花的花况目前在东势林场开了将近有5成左右。因为我们的樱花里面品种又分了好多，目前先登场的是山樱花，那接下来会有八重樱啦、回寒樱啦、红粉佳人啦、吉野樱，所以陆陆续续的它一直绽放。当时林场嘛安排真侪活动，予游客赏花、浸温泉，阁通做花佚佗。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国际上要紧的消息。今年第92届奥斯卡电影大奖，伫咧台湾的时间2月初10顶部开始颁奖。南韩导演洪俊豪的作品《寄生上流》得到最佳影片、最佳国际电影，阁有最佳导演、最佳原作剧本奖，拢总4项大奖。南韩导演洪俊豪是接伫咧李安后壁第2个得到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亚洲导演，嘛是头一个得到这张大奖的韩国导演。洪俊豪的作品《寄生上流》入围6项，做一摆得到最佳影片甲国际最佳电影这2项大奖，将基本拢总甲4项大奖摕落来，互全世界拢看到韩国电影的实力。另外，这届影帝是由小丑啊这出电影的男主角摕到，那影后是酒店这出电影的女主角来得到。大水雨霜长，欧洲的中西部地区真侪大拢启动。大风嘛透甲陆地、海面，阁有空中的交通拢受阻碍。你像德国甲英国，有袂少长途的车班，毋是取消就是延迟。民航的飞行机嘛同款的情形，毋过嘛是有飞机勉强要降落，看到实在是真危险。这台英国航空的班机，甲普通时同款，准备要降落伫伦敦的希斯罗机场。不过画面中看到，恁若是倒边先到涂骹，再来是正边，规台机身摇甲真厉害。更加含的是，头前的恁若到涂骹无偌久了，规台飞機又搁扭起來停飛，呼吸這段畫面的民眾也驚一個。Oh, touch and go, touch and go, touch and go, first ever touch and go。這場親切歐洲中西部的暴風雨，英國氣象局號名叫做奇拉，不過德國是號名叫做沙冰。有一寡所在風力有到13甚至是14級。風有偌強，除了倫敦希斯羅機場的驚險的畫面，喺英國西南部的威爾斯、加德國北部與丹麥邊界，還已經拍到畫面的情形就當知影。德國公共廣播電視德國之聲整理各國氣象資訊的報道講，英國北部喺禮拜六24點鐘以來累積的雨量超過150毫米，造成一寡溪水規攏滿地。在畫面上，這位民眾穿雨衫撩水過，除了要注意唔通潑入去水溝化，亦要注意強風加路頂的車。There's people going to be flooded again now, and I really feel sorry for them. We're up a bit higher, so we're okay, but this is going to be for a few days, I think. 除了車袂通，生活無方便，歐洲人正重視的運動比賽也受到影響。德國的科隆職業卡球加做的賽停，因為天氣取消。威靈根的世界盃跳台初賽大賽也甲拜六的賽停延後。記者綜合報道。觀眾朋友，今日因為大陸冷氣團有較熱，氣溫漸漸咧熱，西半部日間暝溫度爭差有較大。這2天台灣各地頭，閣有外島攏是濟雲甲好天，敢若東部、東南部地方會落淡薄仔雨。下半部天氣變化啥款？咱來看各地頭詳細資料。北部17度到22度，中部这边18度到23度，
南部19度甲25度。东部19度甲22度。今晚平湖12度甲21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